花莲这届霜冻严重的灾区，除了光复乡之外，离马大安溪另外一边的凤林镇嘛是受灾严重，都有农场的损失超过400万。凤林镇的灾民讲，这2天来帮忙的志工无介多，因拢是家己开钱，请大型的机具来清运。从外面也可以的。铁片仔跳落来，加速抢分。凤林镇各有人的徛家处理真济烂土。可以看到现场大约是有几十名的志工在这边，但其实他们都是这2天还来到这边，因为凤林的关注度真的是比较低了一些。他们这边其实只能靠自己去租借，也是要花自己的钱去做一些灾后复原。等未到外界支援，大型机构甚至敢来当家己想办法。来到这志工超前，继续同齐小棒破饼扫。8点出头到啊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原本大概是这个高度，我们已经清到客厅，已经快要完成了，还有里面左右边还很深。凤林镇目前统计上少户20户受灾，以花莲溪的长桥里上济户13户，附近的三兴里、大兴里嘛损失惨重。不行。这样子就不行。大到济的香草兰向烂土砍落，大兴里这农场差不多拢全部毁掉。香草籽生长较慢，经济价值悬，培育期上少3年起跳。即马农场内底倒去倒去，歪去歪去，作为拢白了工。有结果了，可是现在受伤这样子没办法卖啊，1公斤差不多卖那个3万。干那这一片镇内底就上少了450万，福灾民规日拢面有面结。193号到3星段这一段呢，我们协助把道路抢通之后，镇长表示，为了让资源集中，希望我们军方赶快前推到光复乡来。警方透早嘛，阁加派卡手到凤林，加速复原的进度，希望凤林赶紧恢复原貌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